皇上，这是安神的茶，皇上好歹喝一点。朕不想喝。皇上，18皇子一直都是乖巧聪明、孝顺有礼，是个乖孩子，必得苍天怜悯眷顾。在朕众多的孩儿当中，18个最为聪明伶俐，像太子一样眉清目秀，跟朕最为贴心贴肺。他常常都会抄写书画来逗朕开心，带给朕无限安慰。能够得到皇上的关爱，18皇子可谓无悔无憾了。在朕众多的孩儿里，与朕如此亲近的没几个，都是朕的孩子。太子是朕亲自教养长大，4岁就熟读4书5经，11岁通晓满汉蒙3语，对朕血浓于水，最为亲切。只可惜他日渐长大，却越来越……太子的母亲在他出生之后不幸崩了，让太子变成了遗孤。朕只有对他加倍怜爱，这也是朕能够为皇后所做的一点事了。奴才给太子爷请安。我来伺候皇阿玛。太子爷，皇上已经歇着了。李德全呢？我师父在伺候皇上，这会儿恐怕不得空。既然已经歇下了，叫你师父出来跟我说几句话，有这么难吗？太子爷，奴才不是这个意思，奴才是怕进入圣驾。太子爷，走开！太子爷，滚！太子爷，滚！开门！放肆！太子不听教诲，目无法度。朕包容20多年，他不但不知悔改，反而愈演愈烈，实难付托祖宗的宏业。请皇上三思。太子不法祖德，不遵朕训，自行乖孽，无所不至。29年，朕亲征噶尔丹，途中生病，思念太子，特召太子行宫4级。当时已见太子无忠君爱父之念，如今18个夭折，俱皆以朕年高，无不为朕担忧。只有你，就只有你，只有你这亲兄，无半点有爱之意，实令朕痛心疾首。太子自诩国堂，干预政事，恶断不胜枚举。朕尚记其悔过自新，隐忍优容，至于今日。可惜太子仍心怀不轨，对朕窥视。如此之人，如托付祖宗宏业，必败坏我国家，强贼我万民。朕绝不能以此不孝不仁之人为君。回京昭告天地宗庙，将太子废除。